小倩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，彩晨难辞其咎。早知会落到这般田地，彩晨一定会带着小倩离开这是非之地，避世隐居，或许可以长相厮守。 小倩，你能来祭拜舅舅，就说明你还有亲情。我杀他，是因为他与主人为敌；我祭拜他，也只是念在亲戚一场，别无他意。小倩，我知道你恨我。 所有人都不相信是你杀了我娘，可我却执迷不悟，不肯相信你。都怪我一时情急，没有听你解释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也有过误会，我也曾误解过你，但幸好迷途知返了，这次也一样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只要你说的。 我都会听，你说吧，我一定会相信。宁采臣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当初看上你哪一点了。你不过就是个窝囊废，杀母仇人明明就在眼前。 可你却只会自欺欺人，别说杀了我为你母亲报仇，就是面对我，你都不敢。小倩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随便你怎么说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连我的亲舅舅都敢杀，还在乎杀你娘吗？宁采臣，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就应该杀了我。 为你娘报仇雪恨，而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孝子，却为了一个女人神魂颠倒。啊，不是，还不是为了一个女人，而是为了一个妖精——狐狸精。宁采臣，我如今已经是黑风面前的红人了，这一切都是我辛苦打拼而来的。你我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 我劝你及早醒悟，不要再痴心妄想了，也不要再纠缠于我，否则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采臣大哥，你回来了，来，正好，坐下吃饭。这是我亲自下厨煮的，来，你尝尝。我怕梦儿的手艺你吃不惯。来，采臣大哥，我敬你。 月容，怎么了？我是不是还欠你一件事？采臣大哥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之间不许说欠字。别的事情都可以欠，但这件事情绝不可以欠。我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婚礼。你说什么？
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看流星，也是在这样一个夜晚，只有你和我。当然记得啊，当年我只有10岁，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单独和你在一起，没有娘，没有舅舅，也没有姐姐。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你的。一转眼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爱情，只记得当时我们很开心。你也像今晚一样许了一个愿，却不告诉我愿望是什么。我当时向流星许愿，希望上苍怜悯我，让身边的这个男人永远陪在我的身旁，疼爱我，保护我。可是如今看来，并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的。那你刚刚许的是什么愿？我希望娘和舅舅在天有灵，保佑我大仇得报。那你就不怕我告诉黑风吗？今晚只有儿时的好友和酒友，没有黑风寨的少主。说得好。没想到事到如今，我陶静还有一个儿时的好友和酒友，上天也算对我不薄。小环，来，喝。小环，把酒给我。啊！你干嘛抢我酒啊？给我！哎，还给我！啊！陶青哥，谢谢你，让我在有生之年尝到了幸福的滋味。可惜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。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接受我呢？哪怕是早个10天，我们的结局就不会是这样子了。
聂小倩，你人聪明，原来剑法也很不错。现在黑风寨又多了一员猛将啊！小倩不过是侥幸，哪里比得了主人英明盖世、威震天下呀？小倩，你什么时候动身去找轩辕神剑？启禀主人，如今3界都在寻找轩辕剑，小倩深知此事关系重大，所以细心筹备，以防万一。一旦筹备周全，计划完毕，方可出发。虽然我现在已经是3界的盟主，但是没有轩辕神剑，恐怕这个位子也坐不稳呐。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属下明白，请主人放心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小倩一定帮主人找到神剑。嗯。韩金，大胆聂小倩，你在主人面前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主人恕罪，属下从小被母亲教惯坏了，请主人息怒，以后小倩再也不敢了。小倩一定会注意，再也不这么莽撞了。算了算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一家人嘛，何必拘礼呀？起来起来起来吧。是，多谢主人。要找死没人拦着你，但你不要破坏我的计划。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早就已经成功了。那黑风，此时就是一具尸体了。我到底该说你天真，还是该骂你愚蠢？你以为就你那点小伎俩，可以骗得过老奸巨猾的黑风吗？你以为那几滴糊涂就可以要了他的命？你真是痴人说梦！我以为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你多少会长一点脑子，谁知道你还是这么莽撞行事。幸亏糊涂对我不起作用，要是被黑风发现，你就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死又怎么样？只要能报仇，我聂小环就死不足惜。聂小环，你要死是你的事，但你不许死在我的眼前。怎么？这个时候你又想起我是你妹妹了？难道你忘了吗？舅舅他不也是死在了你的眼前，而且还是你亲手杀死的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怎么连他老人家的性命你都保不住？你才是心狠手辣的女魔头，枉费娘亲和舅舅从小就那么疼你。你说，你怎么对得起他们？你说。你说，你没话可说了吧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我告诉你，只要能杀死黑风，我聂小环这条命早就已经豁出去了。啊，小环，听姐姐的话，千万别做傻事。我已经没有了娘，没有了舅舅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就算死在黑风手里，也比不知道哪一天死在你手里好。舅舅不是我杀的。
那天我从树妖手中救了舅舅，他得知你我接近黑风是为了报仇，他懊悔不已，觉得自己犯了大错，置你我二人于危险之地。他已被树妖砍伤，自知命不久矣，于是就刎颈自尽，好让我跟黑风能够交代。舅舅，恭喜恭喜啊！来，谢谢谢谢，同喜同喜，干了这杯，干！来，再加点。好嘞，喂！哎，给我吧。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哈，堂堂一个燕大侠也会被吓到啊！哎，为什么发呆？为什么发呆啊？想什么呢？不关你事，不说。说不说？不说。喂，你到底说不说？我不想说。燕大哥，你就说嘛。喂，好了，我怕了你了。我说，是这样子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。啊，肯定又是梦见聂小倩、万箭穿心吧？不是的，这次是梦见宁公子和月容姑娘成亲。只不过什么？哎，大木头，说话能不能不要吞吞吐吐，痛快一点好不好？只不过，我看月容姑娘并不开心，而且看到她对着一个面目不清的黑衣人在那流泪，我想不通，这到底暗示着什么？杜月容和宁采臣成亲？我知道了，不会是这个梦想给我们一个提示，告诉我们，原来宁老夫人的死和杜月容有关，就像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。何以见得？你想想啊，原来宁老夫人答应了杜月容，要让她和宁采臣成亲，可最后呢，变成了聂小倩。这个杜月容肯定心里不服气，而且她心有不甘，所以就杀掉了宁老夫人。这个梦肯定是提示我们，告诉我们宁老夫人的死，原来是因为这场婚礼而起的。你这样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有点道理。只不过无凭无据，说了等于白说。燕道长，玉生姑娘，哎，小四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喏，什么？这是我们家少爷给你们俩的。啊！这个杜月容和宁采臣真的要成亲啊？这不是开玩笑吧？我倒希望是开玩笑。玉生姑娘，燕道长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一定要阻止这场婚事啊！我也不知道杜月容施了什么法术，我们家少爷明明喜欢小倩姑娘的，可是最后娶了杜月容。哎呀！小欢，你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跟黑风寨没有半点联系。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找一个远离是非的地方，找一户好人家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这是娘和舅舅的临终遗愿了，现在只有靠你来替他们完成了，好吗？姐，那你呢？我要继续留在这里。大仇一日未报，我便一日不离开。不，我也是狐族的一员，聂家的子孙，要报仇，咱们一起报。我才不要留你一个人在这里。你必须要走。以黑风的狡猾，你的心思迟早会被他看穿的。到时非但帮不上忙，还会丢了性命。小欢，你要听我的话。小欢，我不是说你没用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是说，姐，我明白的，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，我只是觉得
很对不起你。之前我一直都嫉妒你，还怀疑你，我真是无地自容。小环，你别这样。我之前瞒着你，也是害怕你受到牵连。你只要记住，只要你幸福的活着，姐姐就满足了，知道吗？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你也要小心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千万不要逞强，一定要活着回来找我。我会一直等你。好，好，你放心，我会小心的啊。乖，小环。姐，有一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什么事啊？宁采臣就要和杜月笙成亲了。我和宁采臣早就已经恩断义绝，他要和谁去成亲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姐，自古情爱之事，虽说不能勉强，可是因为误会而让一段大好姻缘从手上溜走，这未免也太可惜了。对我来说，现在报仇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不想再去理会。哎，灯笼再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好嘞。哎，梦儿，喜糖呢？哦，这就去拿，快点啊。那边弄低一点儿。哎，对称嘛。对称了。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小倩，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想来告诉你，宁采臣和杜月笙他们两个快要成亲了。笑话，他们成亲与我何干？小倩，你就不要再逞强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杀害老夫人的人肯定不是你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你和采臣明明是很相爱的，你们两个又何苦为难彼此呢？如果你来就是说废话，是我没空奉陪。是不是杜月笙？是他杀了老夫人？你有什么证据？那倒没有。不过昨天晚上，燕赤霞做了一个怪梦，梦见3000年前的杜月笙和宁采臣成亲，而且杜月笙对着一个黑衣人居然流泪，所以我们才猜测，会不会杜月笙是杀人凶手？这可能是上天给我们的启示，一定是杜月笙杀了老夫人。你们觉得？你们以为？那就是没有证据了。拿梦境来骗自己，燕赤霞就这点本事啊？你们也不用猜了，宁夫人是我杀的，舅舅也是我杀的，所有坏事都是我做的。你们不要和宁采臣一样执迷不悟。小倩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是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们不愿意承认信错了我，不愿意承认我投奔了黑风。你们这些人总是在自己骗自己。至于那个宁采臣，我们早已分道扬镳，他娶谁与我无关。过去的种种，我也早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。小倩，难道你连这个也忘记了吗？你虽然把他丢在了玄真观，但是我知道你的心并没有离开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放弃。这不单单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人间正义。我绝对不会允许那些杀人作恶的妖孽再横行霸道。小倩，
如果你对宁采臣的感情还有一丝丝眷恋的话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找出真相来。难道你希望宁采臣跟着杀母仇人一起生活一辈子吗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我走了。高八头，新娘子出来啦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 动手啊！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，生米就煮成熟饭了。你还笑？别看了，再看小倩也不会来了。这个小狐狸，心比石头还硬。要幸福的话，就跟我来。聂小倩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今天是我和宁采臣大婚之日，我不许任何人破坏。宁采臣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跟不跟我走？采臣大哥，不要走。宁采臣，今日不走，就再无机会，你可不要后悔。采臣大哥，月如，我去就来。我有些问题要问小倩，你等我啊。 采臣，采臣，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怎么都把心你跟着去凑什么热闹啊？我怕小倩在气头上，宁公子有什么不测，我得去看看。哎呀，别去！我跟你说吧，我已经找过小倩了，我能看得出来，小倩她还是爱着书呆子的。哎呀，他们的问题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，我们毕竟都是外人。没错，我们都是外人。 小倩，小环，怎么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我来是要告诉你宁夫人被杀的真相。是谁？快告诉我！是我。你？是的，我当时一心想要投入黑风帐下，急于立功，结果被树妖蛊惑。他说只要杀了你娘。 你必定会为了报仇而寻找轩辕剑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轻松夺得神剑，献给黑风。就为了一把剑，你杀了我娘？你，采臣大哥，你冷静一点。采臣大哥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不奢求你的原谅。但是我姐姐是无辜的，你一定要相信她，不能冤枉她呀。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娘已经死了。 小倩跟我恩断义绝，我马上就要娶杜月笙。你不能娶杜月笙，因为教头，聂小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杜月笙
事情是什么样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彩晨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回去吧。是的，是不是？娘子来了！哎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恭喜内公子！你俩呀，早生贵子。不会呀！你说这宁小倩，她已经来大闹喜堂，把宁采臣带走了。哎，宁采臣怎么跟月容又在这儿了？真是想不通啊！哎呀，这有啥想不通的啊？据我老人家的分析，聂小倩已经对宁采臣死心了。她这次来是跟宁采臣做个了断，绝对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聂小倩还爱着宁采臣。反正男女之间的事啊，你不懂。喂，聂老头，是我不懂还是你不懂啊？反正我觉得小倩绝对不会让宁采臣再另娶他人的。哼，大木头，你快说呀！我们都只是外人，他们之间的事，谁知道？哎，谁知道？聂师傅，哎，喝。来，坐。来，哎呦，谢谢各位，多谢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是啊。你看看我这徒弟，整天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哎，你说说你。哎呦，严姑娘、道长、前辈，多谢你们一直以来对采臣的照顾，这杯薄酒就当敬谢各位了。宁公子太客气了，来，客气。来。多谢各位赏光，月容再敬一杯。双杯。来，喝。恭喜。哎，书呆子，怎么回事？小倩不是已经把你带走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你不应该在这儿啊！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严姑娘说笑了，今天是我和月容姑娘大喜的日子，这么多的宾客在这儿，我不在这儿，那应该去哪儿呢？喂！哎，乖托儿，怎么说？哼，怎么说？我看我们只能祝他新婚之喜，祝他早日生小兔子精啊！小兔子精，这个宁采臣就是个闷葫芦。相公，你回来了。宾客都送走了吗？我听老人们说，夫妻要喝过合欢酒，才能长长久久。来，相公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今天你觉得这个婚礼怎么样？很满意。今天是月容这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。那就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睡书房。夜深了，你赶紧睡吧。不，你不可以这样待我。新婚之夜弃我而去，你叫我以后我怎么自处？现在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你不可以这样待我，不可以。我答应过，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，而且你刚才已经告诉我，这是你最快乐的一天。我的承诺已经兑现，所以我不欠你什么了。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你说出来，我一定可以改。只求你不要走，我求你了。小环都已经告诉我了，是他杀了我娘。
你早就知道小倩不是凶手，对吧？所以你诬陷她，让我误会她，才酿成今天的恶果。你不是想做宁家的少奶奶吗？我成全你。可是我宁采臣能做到的也仅限于此，因为我的人，我的心，都是小倩的。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今后不要再勉强我了。小四儿，哦，舅舅、伯母，采臣和小四儿来看你们了。小四儿，哦，哎，舅舅，采臣真是有眼无珠，辜负了二老对我的期许，更辜负了小倩的一番苦心。现在已经酿成大错，采臣真是无颜面对二老。采臣最错的，就是听信了谗言，冤枉了小倩。小倩她痛恨我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就算是我死1000遍，也弥补不了对她的伤害。采臣在这儿，只求二老在天有灵，能够保佑小倩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如果要是有什么天谴，或是报应的话，就报在采臣身上吧。少爷，你说什么？你现在知道小倩姑娘是被冤枉的了？我要是早点明白就好了。不晚，不晚，少爷，一点都不晚。小倩姑娘深明大义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少爷，给你，去找她。谢谢你，小四儿。只是我伤害小倩实在是太深了，以至于她现在投向黑风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我真的是罪孽深重，没有脸去见她。你们终于把石柱修好了。是的，师父。我和师弟们谨遵师命，完整无缺的修好了它。好啊，好。这盘云石柱是我道家的神物，是玄真观精神的象征。我玄真观传承数百年，以除魔降妖为己任，以拯救天下苍生为毕生目标。这次被黑风寨妖孽的侵犯，是我玄真观的耻辱，更是我道家的耻辱。你们大家要时刻牢记，对他们的姑息
就是对人界的残忍。从今天开始，凡是我道家的弟子，都要刻苦修炼，绝不能再让黑风寨的妖孽胡作非为。是，师父。师兄，你身体初愈，不宜太过操劳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得抓紧时间参悟宁氏族谱，早一点找到神剑的奥秘。